在當肺炎攏係衝水吧？对呀，哎呦，哎，对哦，承认这么快，给我一点面子。快你啦！馬找來出來。我當然是派拳王喽。那不要，我覺得你要派歸英姐。好，那你把這個拳王的幸運告訴你。對，莫傻，我說呀，要從喺車邊嘅嘛。係啊，你看，長條哦，真的。OK，中了。哎，傅玉聰中呢？有。睇死得高手。四十唔怕唔怕，我知道你是故意要等我們過來長係啦，嗱，係啊，做乜嘢都要困咩？你係咪計咩啊？影片。冇我錯咯，啊，見唔到？哇 ！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。好了哈，我就不要再講你的 open 的動作了。你係民族。對，你很搶戲耶。好啦，要給你今日來到頭部，頭部。有乜了解嗎？頭部好像最有名係它的明德水庫。啊，錯，明德水庫當有名。好啦，一個頭部嘅導演呢，同樣有動作非常厲害嘅菜體嘅料理藝人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之前分享到齊玉芳，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，你好。好，你係分享到係盧子明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。你好。今日考慮呢來分享到嘅係呢個潛水站風水嘅必勝記老秀明記，歡迎。秀明記啦，哈，秀明記。大家好，你好。大家好你係分享到係冷水哦。哦，有我們見過的哈，鬼人街到水記街。來，哇！這個算是第一屆的海帶拳之王啦。真的，上一個堂工係到亞亞片的隊友，對不對？對。啊，你要擺下來那獎金也係那獎品。那群啊，真的。款馬莎很廣啊，款馬莎。小鮮肉。啊，先給分數來。你是鮮肉嗎？他講的可能是他們兩位哦。哦，對。好，來俾大家嚟好好紹介一下頭部嘅導演有嗎？好搞好料好食的嗎？明德水庫美哈，最後吃的一定是我們那邊明德的那個鯉魚呀，三吃，水庫對，嗯，去到嘅導演就一定要食下嘅啦。對，還有乜雞毛咧？還有山兔雞呀，山好肉嘅兔雞，兔雞都幾怕，係咧，負責款就好誒，結帳咩都得，對。啊，還有乜雞毛？還有乜雞？那個頭部。水庫蝦其有名啊，明德水庫裡面的小蝦。哦。謝謝。啊，鬼影街還有乜雞？太頭臉。太頭臉是什麼？太頭臉，走街嘅砂鍋魚頭，專門做嘅砂鍋魚頭嘅大頭臉。講到眼都好好食嘅東西哦，大家一定會非常期待，今日提出台主天嘅食材係乜嘅東西哦。來看下咯。來看你好。好，唐宮呢一套料理哈，該下大家全部共度哦。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，打開來咯！榨菜。榨菜原來係三碗的哦。這應該是辣的哈。哎，可是今日要分享到一個牛年，我真的很期待見到他。因為我想去忙裁縫工做榨菜嘅人。哦。你看我這做了那麼多美食，我了喊啲。哦，給來分享一下。好，來分享到非常資深做一個榨菜嘅牛年係總變修總太哥。阿哥你好。各位小姐大家好。你好。來。總太哥，今日嘅好食榨菜做得有人做咧？哦，各位鄉親，我一榨菜嗬，同一條一般嘢做法唔一樣。我一個近嫩嘅菜，先烤好嘅菜，佢要年菇天天托開廬山邊、飯山邊水磨嘅，嗰張要鴨炸雞鴨，所以榨菜炸出嚟鴨炸中嚟榨菜，鴨炸嘅嗬，將變五香粉，變得這款要切變一米。這得看嗎？來，聲音，來，天哪！等一下，問大家看一下。漂亮。哇！這個就是客家多鋪嘅滷菜啊，滷菜，客家人嗬，人家都介紹。你硬係幾多年咧？要千條樹嚟硬嘅。真勁啊！要千條樹嚟硬嘅嚇。哇！然後一壓，切到鴨嗬。
邊冇要苦嘅，冇要變，一咪，冇出太啲啱啲，即係行來嘢冇行會快嘅，所以行嘢，真的有孔一樣。張米紅張用嘅那個吹壓嘅嗬，張一縫了嘢張。當代要做好，做好也要在內容嘅苗也做啲離水，離開嘢壓過了，要按嚟反轉來嗬，刀破，啊，做乜教刀破？啊，因為它這水冇流出來哦，佢才會快鐵啦。係，入面就才會快鐵，哦，你真注意咯。哦，可以客家語嘅，都好識炸菜啦。這比較水滴出來。佢哋要發符合我離出來，做乜用陶炭呢？陶炭咧保溫較好。我睇以後個發符嘅，即係要發符加要粘上去。哦，用粘上去。發符也是啲料係，嗰度揾上。日炸出來要咩按下嘅呢？硬度都按下嘅。哇！講到張大哥那個驕傲的地方哦，還有藍水都會流出來。更驕傲的是今天有帶來什麼東西，對不對？對，今晚說東西本台尬食。哇！兩百個。哦，這應該是很珍貴的意思。辣那一點，哎。辣再去試試看，試看了以後啊，你要會辣哈？我一點辣咯，哦，香哦，很香哦。對，很香嘞。謝謝哈。你可以喺來攪嘛東西是棒飯。舀麵。哦，嗌做炸酸肉粽。哦。係，我咪做炸酸肉粽，係啊，冇食啊嚇，眼鹽味冇食。哦，炒高標嗰啲水落去嚇，係當我出面蒙樣嚇，同市面蒙樣。我轉感。都轉感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提前呢，就拿下嘅做出了暗好嘅榨菜來做鐵觀料理嘅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鐵觀嘅比賽呢，就拿榨菜來做變化，風水帶來料理係乜嘅咧？榨菜炒鱔絲。哦，要做變化嗬。東旁派哦，我探看一下經典嘅料理嗬，諗住經我做嘅料理係榨菜炒肉絲。哇！我們要不要炒在一起？可以啊，等下到一半的時候，我們就互相交換，各一半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榨菜放肉絲就是最經典的搭配。經典當中，我用來凸顯起來特色，就要靠鹽睇起家咯。有信心嗎？有哈！誰來進行比賽？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咯，Sasa開始。哇，這真的是不簡單了。因為也要比一下各家的榨菜哪一個好吃。真的真的，啊，你都給三七係哪三絲啊？來看下。哇，我啲係榨菜係食做嘅樣樣，老家嘅調價買。對。哎呦，剛才的我們是放韭黃嗎？對，是韭黃。韭黃哦。哎，啱啱都講肉絲係什麼部位啊？腰。腿肉，個臂，嘿，嗰位還有標價嘅條牙，然後金針菇，而且也有蔥喺下邊嘅嘛。哎，係啊，你看，好香哦，真勁。OK，中了。哎，非常好香。香哦，香哦，客家香哦，對，客家香啊，係咧，我有客家心，做出來就有客家香啊。好，哎，今日還有養嘅話，我先上好得獎感言。對，好表現一下好嗎？睇得人講嘅主持人我啦，加油！好，等下都做來哈，加油！謝謝。真的跟第一季一樣，寶刀未老。係嗎？嘿，有樣嗎？啊，唔過你第二季係撈民主強下吼，嘿，啊，第二季用會撈北欠強下。他沒辦法決定，而且你不要理他們，他壓力很大。命運相隨啦。係啊，你應該當白眼狼嚟強追吧。對呀，哎呦，哎，對哦，承認這麼快，給我一點面子。哇你啦，那個榨菜係用嚟嘅，是同埋嘅，一鹹菇熟要高水一下，係因為一下標榜養生咪嗬，我唔係強項嘛，唔食啱行。哦，但係對個肉絲看起來冇嘛強濃哦，這顏色比較深，是什麼部位啊？什麼部位？而家呢，我同埋夾心。
夹心肉，就是怎么煮都不会老的肉。嘿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啊，等一下看起来我加便宜分的吗？抓腌，抓腌那个牛皮啊，对桂银记，哎，点点妹都会做，切都按好。你平常时很样会做豆腐卡，做家庭主妇呀嘿。哦，我在医院上班，你嘿护理人员，我是看护，做看护，好伟大。哦，嘿，啊，先不给你切一下哈，等我抓腌之后我们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再看片哦。好，哦，开始会炒哈，还有先会炒马盖。呀，生炒料、炸菜，毕生姐，你看平常有做料理，该都杀去弄人家动作，会撑住。真的很棒哎！你是不是毕生都在热心服务啊？应该是吧。你是沙琪李思仲啊？在社区，哦，你是沙琪理事长啊？哇，理事长很有心哦。就是老人家嘛，对呀。这个像按样的头路吼，真嘅很样做福报诶。真的真的亲有爱心啊呢。哦，用牙给有了表，对，长得像啊。我表姐很厉害。哇，她以前开餐厅过。因为你怎么都不讲话。你的那个小咪嘛，用掉。那个是注 U 哈，那个 U 葱哈。嘿，对，你皮都香了哈。给它煮一下多一点。应该是银牙呢，你也甜啊呢哈。嘿，我把那个银牙，对银牙，好看的哈，嘿，好看嘞。啊，之前还可以买个串烫啊。也是客家菜，他搞串哦。那你们今天胜算有大哦。谢谢啦，但是我们那边很会玩海带卷。没有玩这个。莫搞咯。人家佛走的哈。嘿，走的。算四波啊，中波啊，水台係240啊。240啊。还用长辈去炒个感觉哈。哎，有。而且要给炸菜，还没有一定要别个张卡香。用不着稍微炒一下，用不了出来。第六本性的炸菜哈，就有加五香粉跟辣椒粉。所以你们的味道应该很够。对，哈。好。所以你要在冰那里炒的时候嘞啊。嘿。差不多了。哎，我们的三鲜炒，甜甜炒。还有我们韭黄。油光哈。哦，俺就没开始炒嘞。都没在别香诶。有皮懂吗？有。还就俺就给辣椒的体皮切条状的这样丝状的哈。对呀，搭配食材呗。为干嘛来？还水一个步骤。水在唔怕。我知道你是故意要等我们过来，长得。係呀，做本嘢都要困咩？而家係咪計咩啊？2點。冇我拖咯，啊，見唔到。哇！吃到被端。我看一下。真的假的？我检查一下。胶质冻。这是鱼介玻尿酸的意思吗？超。啊，为什么要先抓太白粉嘞？保持肉的软嫩 Q 哈，看 Q 看嫩。那这个炸出来先浸过水嘞哈。要水狗嘞啦。那牛有卤一下哈。牛是干嘛的东西？那呀，酒啊，各位胡椒粉啊，各位酱油啊，就安尼简单。简单哈。中港最经典的。这样才是家常味。对呀。安尼较经典啦，哈。啊，等一下炒好以后嘞，调味的部分呢？调味因为也已经有味道，然后给油又咸的，口味加下就不用一些的酒过一些调油提味，安尼就过来呛一下啦。对。哎呀，用变色的差不多的安炸菜半熟的时候就要先加落去哈。我也没懂炒饭。芒嘎之前烤们出来，有没有加落去哈？很像外面卖的呢。有啥吗？所以你们差不多的哈。他们等下炝锅一下，调油有冇加炝？调油米酒係啊。调油米酒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加片咯。好，这里也好了。对，好溜，嘿。哦，这个最棒的灵魂。来了。加这个了。对，来加上去。给它生命。全部都是这样。哦，这个赢了。会太咸吗？不会。好，我们好了。调味有试过了哈。有吃哦，吃一下。那就来喽，时间倒数喽。倒数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要吃看那铁管低度，哪部卡米西卡好食嘞？
菜料理呢，睇自家哪樣嘅榨菜來做變化。來先來試一下風水部分。那個湯汁是我們的靈魂，裡面有呢個油蔥酥，嘿，而且榨菜老一嘅油蔥當革命呢。佢皮得多嘅油風嘅味呢。好幸福哦，好好吃哦，好吃哈。食個榨菜哈，就是要吃到那種嘎吱嘎吱嘎吱。各種嘅口感，老米頭全部搭配到當好。桂圓雞翅都兩版，食榨菜當很 Q 啊，當 Q 啊，口感凍好哈。啊，水雞姐咧，食得肥甘，肥甘也有菜。各位是在做我健康湯。哎，景天，你看我哋下強力哦，我的嘴巴還是那個味道哎，就是你血的結合，還想再吃一口。好，來本身南豬看下咯。好，謝謝。吃看下咯。哦，夾夾來食。種球哈。榨菜比神經吃兩版，好吃。兩版好吃。它不一样的那种料理有没有？它的榨菜跟我们的榨菜就是不太呢西姆嘛，该相當的哈。啊，你用啥感覺咧？它較算好食啦，係啊，但是你吃懂啊，較好食。哎，真的可以考慮買一下了。哦，等下你用靜音凍梨環呢？懂擔的，都懂擔的。好，緊張的時間又到了，提前呢先來搶70分搶本分數。聊下玩一下啊，bingo！快些！70分搶公平。我講哦，你正炒到幾個該榨菜哦，先炒過啦，佢嘅香味行唔出來。啊，另外添幾條油啊，從了好油川意思變成三絲，像一般的，一半從你炒牛細條，啊，佢食到油加個金針菇，食到那個榨菜米頭，哎，有合味。還有他們的油蔥真的好厲害哦！真嘅。你哪一隊的？我兩片圈凍梨環，我看一下阿bingo嘅想法咧。其實係講你榨菜鹹嘅東西，變到佢哋度又加到咧球棒啊、潮鴨咧就只要嗆出來，變到所謂綜合咧鹹嘅味道。哦，呢度佢然後而且度有一點點肉磨炒按熟，然後又整下到一點點。飲下機會冇鐵啦。其實很有國家嘅味道，誒。要學到咧。好。古時呢，有嘅榨菜唔但唱到炒肉絲，咩做來做變化，變到來炒三絲咩喺當站對位，睇自家做來吃看下咯。稍等下來呢，來看一下今日70步帶來乜嘅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種埔素滷菜，睇緊其他有嘅70步帶來料理有乜嘢名咧？酸辣魚柳。哇，辣那應該要在冷氣房吃哦。啊，就今天嘛，幫助排汗。你係嗌啲主食材，榨菜，啊，你係未算副食材啦，你係乜計咩啊？五片，冇芋頭咯，啊，叫咩帶龍虎斑，哇！龍虎斑嗬，啊，你係蒜頭、辣椒籽，啊，你配顏色，啊，撈去分開啦，你辣椒，啊，你係乜計？你啲菜冇？哦，掉菜了，唔係，你係紫色甜椒，紫色這種東西，還有乜嘅檸檬？檸檬代表佢酸、佢辣。兩面蒜，啊，你係加香菜梗，香菜梗，就是一般的香菜那個梗嘛。嘿，哦，那就開始咯，吼。還有乜嘅粉冇少嘅到？哦，你係加番薯粉。啊，烏嘅醬係乜嘅醬？魚露。哦。也係胡椒粉，撈佢滷一下。啊，點點嘅鹽。哦，跟洋麻雞脆片啊。也係可樂果。哦，可以直接吃哎。做得咯，做得我幾款哦。應該我安樣想嘅，因為睇下就睇到食咧。像一般都會用嘛，給人家蒜酥。哦。蒜酥按個底下用的。你怎麼知道秀明姐最愛吃這個？嘿，你有定啊！膠膠的吼。有點像異國料理的感覺。對。
差不多咯，油温差不多了我觉得哈。厨师真的好厉害，对啊大白给准备亚的料理真的，声哎，音宝贝，声音哦，有烫到吗？冇，有烫到吗？冇还是其实是卢师傅烫到？冇，其實是我燙到，沒有啦。你跳跳妹不依的款。係啊，好嚟啊，蒜頭，好，先加那係个榨菜，你看榨菜表去哈，哦，炒不一香啦，係两天捞榨菜种啊，正常。哇有一點哦，会辣椒，辣椒籽，好，辣椒籽。颜色就有了。那辣椒籽炒不会很辣吗？凍辣，所以我這道菜我弄乜㗎？酸酸辣辣鱼柳，啊，像一般因吼，就是盘在买个龙虎斑哦，一般的鱼可以换吗？你那么有钱可以买吧？吳波魚嘛做得啦，鯛魚片嘛做，既然用行硬以前嘅時做得咧，係啊，只落去做咧。凍姜啦，這道菜凍姜，紫甜椒可以用別的甜椒嗎？做得啦，可能要什麼顏色都做得，哦，安用就好了呀。係做得总哦，这样说，哦，滴一下油，这个步骤是为什么？刚刚滴一下。因為這邊沒有油的，沒有打熟嘛。哦这个你不要學，太難了，太高端你要了。漂落來，對，哇，香菜根、嗯，辣椒種菜廣哦，配顏色，光啊。配顏色比較耐炒。哦哦，挑梅、胡椒粉。你怎麼想到這道料理？我這道菜料理是一個泰式料理嘅酸辣魚，嗯，係。好，咱那榨菜是等于说换了其中某一个什么部分是吗？榨菜時換成檸檬啊，檸檬。哦，好，魚露有啊，酸辣的一定要魚露。一點時候要會順哦，要會凍烘。哦，好，最尾我第一雷次看到夢雷夢雷夢，有人把電晶爐拿來當瓦斯爐來做的。哇，好厲害，有哈，是啊，好厲要有酸害哦，酸氣的。哎，像在电摩一樣。哇，但他煮菜很轻松，啊在电摩煮。不會啦，係啊煙皮水用哎，好像很輕鬆哎，对啊哎，。差不多有好咧，剛才有女有夾夾門哦。冇問題啊，還有問題啊，冇咩好咯。它可以加那个什么香茅嗎？做得啦，哪一點？其實東南亞的一些香料全走對啦哈。都做得，可能有這用乜什麼浮誇盤子？這是又是秦始皇還是乾隆皇帝留下來。乾隆皇帝因為啊，你知道滿漢大餐的由來是什麼？大概就是乾隆皇帝開始。哦，對，因為那時候他們有沒有開通滿族嘛？那你算是繼承他衣缽了這樣。好，安姨示範先咯，酸辣魚柳。按樣就後生咯。可以來東向飲食啦。對哦我們剛才有決心一定要贏的，好想跟乾隆皇帝是一樣的料理。對，來來來，看一下題目。深夜的蔥煙菜係用來比拼用扮演員的 A 很慵懶 ，B 很上進 ，A 係 B 咧。深夜嘅蔥年菜。蔥年菜。呢個個講嘛嘅，好先猜拳。好，先猜拳先猜拳，我猜出馬場。第三題好了，還不要猜哦，哎呦，太前面了。啊，他是拳王哎。對，對耶，他是拳王，所以他。來，你等一下不要說還在呀，還在。沒有。好了，剪刀石頭布。哎，今夜拳王呢？好，來，現在你走在正前，好，A 啊 B。拍個卡點哈，可能 A 啊 B。你知道嘞 B 哦 B 哦 B。這個芥菜是什麼時候種的？聖明耶，有冇？我想一下哈，炎帝一龍他自己答案嗎？你選 B 哈，選那 B 你哈。本來會想選什麼？其實這個很難抉擇。東南東啊南。好，到底答案係 A 也係 B 呢？答案係 B 哦。這個要顯現的呀，係啊。那快看，
懂上镜，中马该为什么？用班因为深夜的冲烟菜油啊，上出了系欠杂个的细节，做得看到动油的菜心，做得看出很强的生命力，比喻很有上进心的人，所以心顺的概念啦，懂上进，太符合蓝队的精神了。啊，排泄了，所以答案系 B 哦，好嘞，来是咯，排泄呢吼。这么大盘，你要得应该是唔太。哦，是这种，哎，我们吃应该吃得下去哦。那这样我要看桂英姐吃。好，你要看我吃，好，那方海吃了哈。嗯，哎，你好豆掉啊！等于是可能要到掉哦，我上拍卖本事咧。唔怕冇關係。什麼？佢哋識唔睇咩嚇？係啊，你跟得是唔太吧？應該直接擺許多龍虎斑係啊，哎，龙虎斑懂得胶质应该比较适合我吃哎。真的吗？吃到被端我看一下，真的假的？我检查一下。胶质冻这是鱼介玻尿酸的意思吗？超！哇，我欣赏就好，纯欣赏，用眼睛吃多少？我帮你们弄整齐一点。难哦，又哈。不要。啊，什么事吗？没事。哎，难怪龙虎斑会很贵哦。哦，我们也可以讲口感哦。要跳水里还没有啦，没有。我们秀明姐吃到180的身高。归隐记，你不是要跟我分享那个口感？那个鱼懂甜，很鲜甜，懂甜，懂好食。鱼懂甜哦。真的吗？我唔信呢。啊，拳王芒果。你讲起嘞，冻开胃啦，酸酸的。你也听落去了哈，冻开胃，冻开胃，嘿。七师傅今天动透明，骂啥了出？我当然是派拳王喽。那不要，我觉得你要派归英姐。好，那你把这个拳王的幸运告不低。对，莫爽。好神奇的画面啊！它真的不会开吗？冻开胃啦，酸酸的。你也听落去了哈，冻开胃，冻开胃，嘿。七师傅今天动透明。等一下，你有看懂没干吗？明珠姐的话要讲2句以上。哦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2句以上。我真的觉得，哎，七师傅动聪明哦，因为有酸辣哈，就这样因地走在那该炸出来来走，代表给酸嘛。对，很多人顶多加雷梦啊，或加醋啊。对。他们讲你走在上头用炸出来来走，该蒜辣该蒜。我们3个都没有偷吃哦。啊，嘴巴这么油是没有擦口红是吗？他擦唇蜜。好了，一人一句，来，一人一句。不改。用想象吗？你们不是有想到那个口感吗？我觉得我单枪上来就第一个酸辣到肚后，又讲大家要用龙虎斑，非常有诚意，因为龙虎斑有肉质细嫩之外，皮又较蓬，骨头 QQ 的。有吃过龙虎斑吗？有。啊，蛮好呢。有。所以就只有我没吃过。你这个改，我讲。那我再吃一块。好，你们继续。没有啦，要结束这一趴了，因为时间头痛痛哎。好，咱全部得到分数哦。对，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哈？对啊。那你还拿那么远？好，等一下2组哦，你们也不要放水，我们要拿出经验的实力来嘞，好不好？冇问题。既然系暗用嘅话，定系男主要加油咯。好。谁来进行最不迷馆的挑战？料理逢6點，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完成中葡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喺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又到安利料理捧場陣嘅時間咯，來看一下佢哋菜色嗎？今日嚟做係蒜蓉蝦板條。哎呦，蒜呀，還蝦，兩個愛做過亞布卡來比賽家就會做兩出菜。可是沒有用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等下有軟貼，今日軟貼，對，軟的重點是挑籤的問題，配料換味道。哎，看有人抽到蒜蓉啊，還是抽到什麼？啊，那不錯，至少還有蝦膏。哦，感謝蝦膏老板條，手發的長豆了，手發的長豆。好。
马上要出。我当然是派拳王喽。那不要，我觉得你要派归英姐。好，那你把这个拳王的幸运告不一。对，握手，然后这边加油啦！秀敏姐，好好了来，不一定剑先先好来，好，剑斗杀跳步，剑斗杀跳步。哎呦，不应起200 OK 耶啦，那我们让桂英姐先选，哦我们让桂英姐先。来，我要选红的。好，最危险就最安全。 1、2、3。春梅耶，春梅。不错哎，你可以做冷的狼哎，翠梅，可以做这显色款的。走在圣贤。来，你先。你们先不要笑我们，不要先笑。 1、2、你上，哇，我觉得很好，难得有良心制作单位。真婷、跳不赢。好了，拿款了，好来，请金爽。冇想到哈，平常时用简简单单的蒜头，今天竟然比我们要猜的。我走对了哈，我们先1人吃1颗吧。也做唔到意思是一堆哦。你要走对了，你听的是这些料最好嘞。那你吃1颗蒜头。吃这个吧。好了，马上出来进行最杯米馆挑战喽。好，最杯米馆的一个料理红绿灯，大家好好的表现，而且又会炒半条，他干你的专业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哈，比赛倒数3、 2、1，这样开始。开始啊！好，就先从我们这边开始。好了，来看一下。我来先。佢叫做頭手度的頭部椅啊，用半音變下去，你係先痛過。怎麼個先痛的哈？係，怎麼解？因為一個硬啊，嗯呢。因為係做痛嘅啊，用炒嘅，用炒好嗎？用炒嘅。該跳動又該卸膏呢。对啊对啊，顾中还要炒哎。呦，會打鬆嗎？我打安迪啊，不能吗？沒做對啦。沒關係，你就下好，照自己的，照自己的。就只係 tempo 嘛，係。這唔得炒嗎？做得。目前舉頭蛋為準備該板挑哈，應該不是全米的，對不對？那這種會有差別嗎？我覺得我們是不是要整個去殼？不然待會他要怎麼拔殼吃？我說你殼全部整個拔掉，然後來炒。剝掉，給我炒殼。好殼就好了。你沒做得一開始用廚師幫我啊，對，但是有時間啊，有時間呢，是60秒。廚師幫我，你沒做得讓你懂朋友幫你做。這是不是好了？哎呦，你拿手啦！第一頁。等一下摸是會調面哦。然後你可以啊，B，好，來了，我來。行。真牛！我知道。哇，所以你有用炒也是炒料。嘿。哦，懂。對，炒的豆腐乳這樣長會香。哦。哎呦。很有音哦。應該要先炒吧？你們教的有醬的話就要現炒比較好。哦。太敢了，胸口呢？我內容使用廚師幫我要有60秒。係啊。哪一個步驟你會有反應？我沒有把握的話，就交給他做這樣子。哦。所以大家劈掉會先切好了，其他就胸口呢。好。等下我當都做來哈。先過來。好。那就切嘛該。我要下工。開背是這樣開。哦。開背。你會教人。開背按用開之後咧，好，讓佢切到熟啦。好，按姿勢。好神奇的畫面啊！他真的不會開嗎？開背了。這樣是開背嗎？可是他要做的是要蒜蓉，還要整個把它攤開了，有可能嗎？對，因為我們想說，因為該哈貢沒煮腳，沒啦，係啊，今日沒做得啦。因為我們這樣開完背，順便去它的腸泥。沒啦，佢意思講佢係切到底，因為佢要比較嘅重量係上岸。對，哦，切到底哦。對啊。哦，好。哦。那用做對咯。伯謙的拿手啊。哎，拿手哎哈。我拿手的是吃蝦子。那我係想法完全冇可能嘅，顛覆傳統嘅。哎，我們抽到這個才顛覆傳統。有這道菜嗎？顛覆愛傳統，打破迷思。打破迷思。讓佢繼續看下去吼，個變化乜解咧？你有點激動哦。討論呢個結果吼。
就是我们想说脆梅一本性的梅哦就已经算够重了，就是没走痛啊，但是会有留一点点汤汁这样子的，拿来炒。我觉得你们蛮适合做狼盘哎，狼盘哦，冇啦，应该讲个。其实呢，唔是上冻豆，哎呀，应该做得按咁讲，唔是上冻豆。我们的想法就是上冻豆咧，红好之后咧，啊加落去搅搅，啊用葱法用然后炒半天，然后黑马边炒半天。对，凉粉是不用的嘞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哦，等下饭再给用我们等一下再过来用牌子哈。好，哦哟，香了，香了，虾肉千万不要那么快放下去。葱会忙切，辣子会忙切。那种切后尾巴，我觉得等一下应该就做用厨师天数哎呢，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咪做得唔是都咪做得，你安煮咪做得啦，係啦。哦。找这个想法没？这个想法煮咪做就我让他，你就放。哎，两手尬熟，两手尬熟，以及你用油是吗？这个捞烧起来嘛，让它不会黏住，对吧？因为我爸隔夜的面都会加香油。等一下拌的。壳嘞，壳等于这样不对，栗子呢？栗子是什么意思？栗子。过筛。滤网呀。我在这。在这倒栗。哦，在你手上。哎，在你手上。不对，应该要这样沥油。哦。然后油再倒回来。好。哎，做的压一下吗？来，我来倒哈。那个壳就不要它了。哇，哎，你怎么两边都颠覆传统。下面有水是不是？其实看到你喊地的做乜东西？喊口么东西？打松嘞。要不要请厨师帮我们呢？好啊，好啊。他一直看不下去，辣椒先切啦。好啦，你咪做得即刻做啦。没啦，叫他天数一下啦，叫天数一下啦，天数一下呢。我们走在饭后面，走在猫。先来下，求救。还是哪个？后面那个。后面那个。哦，七师傅。起司傅来。你再不叫他，他会一直辣椒够了。好，给。哎，现等一下，厨师帮我现讲。厨师帮我，拜托。不要笑了。其实你还有啊，冻给蛋其实不用破背，你就想到简单，你要冰海，你要酱调好破背。啊，直接是按用脆落去脆时候咧，唔是上到按简单。我们在炒诶，嘿，按用炒没做对了哈。我们很贴心啊。我的那个油虾的油汤匙，痛须，唔怕。好，你要先干煎时候。怎么得走？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快高血压。你要先干煎时候。干煎哦。干煎。我们那个油呢？好，水一点么？30秒了。水一点咩？水啊！调味料嘛干嘛？等下干煎好是起这油啊。倒熟了哦。半天了。你有听懂吗？谁的手？暂停！我不给你买了。让一个人讲话就好，先炒啊。其实这道菜冻咸蛋，是人家不用剥壳，只条个半条东西同时候咧。江不怡你还没讲。调味，按石头，一点那么通熟，一点么通熟嘞。哎，你有没有又干嘛涮的东西？很胡意啊。小腹肌，还是我刚刚脆梅吃太多了。没啦，你是这样的。江不怡你还没讲。调味，按石头，一点那么通熟，一点么通熟嘞。小心！哦，时间到了，来宝贝。好，哎，好，这个来，我觉得先让你们两个人静一下，要不要？好，注意啊，不要全倒啦！来，你要先弄一点点的水。刚刚不是说先冷静一下？先冷静，水。来，现在多来，我可以去救一下蓝队吗？哦，没关系，可以他。可以你自己弄，板条我们吃全了。OK 好。主厨帮忙。刚刚跟我先，你是圈手，昨天先拿起来嘞。好，来，卡木汤，我要主厨帮忙啊！先马莎，要再空一了，要再猛空用，先来上。先马莎，先啊！来，你用他讲一下，厨师天数矮，
厨师你看他说在看调食哦素奶，好，起起可起。好，哇，我们的虾膏呢？虾油都呀，加油，豆表阿姨，表阿姨，中阿姨。哔哩，加油，按到加油啊！冇啦，冇咩要不用水啦。你不用水。要摸一个，再摸个轻轻呢。轻到一些些，痛心。紫会懂还是什么？哎，紫会头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挑，我们来挑。你先让来调味好了。好，调味好了。好，调味好了，调味好了。啊，那这板条用不用梅啊？喂，那干嘛干？半条叫不叫符文？冇干冇跟冇豆腐。梅子的味道有够吗？有啊。好，吸浪哈。因为我紧张啦，没紧张了，婷婷来了，天天乱拍嘛。婷婷又来了，那这个哈贡马个须就会表。 10、哎，等一下水妹。 水妹。 3、2、1，时间到好，Hello，立一下。时间到了，Hello，莫调到水。大家来加水了，来哦。好，给它煨一下，黑吗？对，当为入味。好，来口改片哦。这样够吗？我好期待这个味道哦。国签我觉得它如果跟我的豆腐仪结合，应该会蛮好吃的。 100分，100分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撒几颗，因为我们这个刚好形状很粘呢。摆盘很期间。意思哦，人家都孔改我是片好嘞。想摆熏条诶，摆在熏条摆粘。人家都你问孔改桂片好嘞。英姐啊，桂英姐。郭英姐，你也想摆嘛来？最后这个还要摆吗？好啊，好，来，确定哈。那我们可以摆个虾头上去这样。我血压强过，人家都孔改片好嘞。两片烤温，哎，怎么没有颜色？哎，有，等一还下，没加，是。那个豆腐机很色的。来，豆腐衣啊，加落去嘅，加長度嘅長慳。有吃蜜糖嗎？有，冇見狀嘅，冇咧。唔係健壯嘅，狂煙唔係健壯嘅。當見狀啊！會啊，一點一喊下健壯啊。其實樣叫有該梅頭出來咯，差不多了。所以2片孔起來哦，就是插在那個食材啦。好7、 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杯麵館哪部卡真係你嘅睇中譜咧？好，呀，最杯麵館嘅變化出來，不管用豆腐魚，也用牙籤梅，大家都做到以後，都會先試看下。而且我知道你們一定懂期待。嘿，豆腐機嘅板條呢？對。試試看哦。好，大家都是。我吃得懂餐點哎。唔會強鹹嚇。好吃。哎，你們有沒有又幹嘛涮涮的東西？有嗎？豆腐衣啊。豆腐機。可是我剛剛脆梅吃太多了。你啦，你是用的。你們沒有感覺哈？哦。立成俊之後明白。味道很好，清淡。吃到以後哎，清淡。沒有提到米哈。有好吃嗎？好吃。好吃。你剛剛想2秒是？你也好吃，很好吃。好，本身難吃可能。哦。哦，那個鹽蛋哦，自己講，快點，自己講。也一定好吃。對呀。我們剛剛很感謝盧準兵師傅哈，我們剛剛討論出來的結果哈，沒有把那個脆梅，因為我們的脆梅肚喉它是綿綿的，所以把它壓成有點像醬來放，所以來用它炒。懂熊哎。所以它裡面炒的那個醬是有果肉的。試試看哦。我沒覺得酸。又酸又熱。哇！也很驚豔的味道哦。你板條咪係緊緊凍 Q 彈，點頭如搗蒜哈。又酸又辣哈。嘿，又酸又辣。酸酸辣辣，其實我覺得蠻泰式的。哎呀，更好吃。這真的不是我誇張，我再裝一點。你剛才不是說你吃太多嗎？板條緊緊好吃。哎，你看哦，因為我們是做那個脆梅的汁。不過哦，該板條和手得保持那個 Q 度，簡單。
魏英姐是不是这样？是，哎，嘿呀，哎，我觉得酸甜我们的制作单位呢，有一点弄拙成巧了。因为呢，啲人老亚用诶猪都全部都好生啊。跳讲哦，可能好做蒜蓉，还冇按好食咧。冇叫我咪偷啦。咩都當真當真地位睇下都地位吃做看啊！好，都在水杯米馆的成绩不很勇班呢，提前先抢70分抢分分数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最高就是1分了吗？啊，并购抢分分数。做乜嘅咧70分抢公平。你啊梅头豆腐乳的梅头条到嘟嘟好，你看煮到干扭扭哟。此代表记个该豆腐乳大概半条又炒入味，啊你啊平时炒到两半音嘛，记个蒜梅摸出来，蒜梅，嘿，脆梅跟梅头啊摸出来啦，用该辣椒的梅头压过去了，所以应该是都很强辣的。你坦白做辣椒不用下烧的，不用下烧的，记梅头是未做出来的。哎，我们有去籽吗？哦，啊并购。其實應可能咧板條咧口感啊，加上可能你睇落口下個係時間真好久的。其實嘅你兩片可能春係有一點點好軟的。其實做得你就穿有煮嘅醬啊，穿做得唔是大個，其實下一煮攪一下，其實會熟嘅醬嘅。其實唔是同個味唔怕，因為佢本來板條該是熟嘅啊，因為冷嘅時你看到嘅貴團兩片春係個，感覺咱貴團，佢會驚，佢就會生殺個。其實冇殺個，你基本有煮醬，你只係煮，它就會順便收汁，好 Q， 真係口感嘅。像咱就煮加稀飯可能面貴貴，啊邊就水其實袂融化，這樣味道也會更濃。原來係咁呢。好啦，睇次咁樣好到一口誒，不過拿豆腐一樣，拿車冇來做變化，都做得融入到半條料理哦。今日嘅成績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好，其實咱是咪凍好？你看攞200哦，他昨天得到212分。來，你看，你係翡翠煎鍋現焖鬼境街哦，你看多功能解凍節能版總配音，你看凍好用哦，哇，恭喜！好，今日10分呢，歡喜又做得有搶到按好嘅姐姐呢，就教完你來做料理，先來搶你嘅第3季，咩係你嘅理事長老太家來分享一下佢拜參加心得。哦，當歡喜要做節目哈，然後讓我們本來有一隻學生，原來跟梅子韓國豆腐衣沒做得按到變化哈，係真的很厲害，很仔細，謝謝。有學習就係最好嘅小面子，來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好。像苗栗咧，純粹當到客家人嘅地方，那你從日就係豆腐衣啦、梅嘢就全部係客家人咯，要當位路當位講嘅嗬，好好啊，搞到吹香嘅話，大家識嚟嗬，當鐵樹啦嗬，謝謝按知識按你節目當好，謝謝。祖母啊，真的要講一下，秀明姐真係我們其中大家最高的。是我166，然後考動一個動作阿平的哦，所以今天給他們正則到了啦。啊，我們下次選對手選像我這種身高的就好。好啦，我哋哈今日參加200，就買個差別的哈。我今日200來也參加呀，知道哎呀節目緊做緊好。好，安尼各位2位帥哥美女按袂主持，師傅又按袂到。我今日當歡喜按過來也參加也節目，按住說。啊，假設喊你幾歲就去上班？看你也都按來來摸啊！可以啊！你聽我呀！哦，專門問一下鬼境街，就買感想咩？做啲老大家講一下。我知道啊，嗬，也買老嘅豆腐衣啊，嗬，很當好啊。210度按你口面。真的哈，每句好多动都有东西啊，比如刚刚我们厨師那個師傅料理啊，龍虎班雖然有食過咧吼，我冇強人嘅口味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航牌假是有機會，我自家來也係帶姐姐來，這個要考慮一下，是不是？係哦，哦，當放羊當恭喜啦吼。啊，今日
以10分鐘哦，都得邀請到大家共下來特別互相學習，而且呢，裡面創作誒新嘅料理哦。係啊，看到吼士女發吼，我們頭屋吼跳舞嘅士女發吼，今天當飯去哦，假使吼哪裡還有花，加加來報名參加哦。當然呢，不講係花花草草都歡迎大家共下來學習，一家之主等等住你共下來報名，共下來挑戰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